大家好，我係香港水晶診 Crystal， 今日同大家嚟睇一個咧大埔科學園核心地段一個咧日龍灣2期，咁一個15座低層 A 單位，一個向東望到一個豪華泳池洋房同埋一個小海景嘅一個大單位，面積咧有1416尺嘅，咁啊業主而家放租，咁啊單位咧可以享有呢個咧非常之接近呢個屋苑嘅入口同埋會所㗎，佢係屬於最近嘅位置嚟嘅，咁啊有一個優勢喺度，咁啊落去游泳池咧只係需要行2分鐘，咁啊享受到豪華會所㗎啦。我哋而家睇睇單位價格同埋樓面先。好，我哋先睇廚房位置。未入到廚房就已經見到有呢個咧咖啡機，同埋呢個咧紅酒櫃，非常之好啊，好豪華。有廚具送給你，咁啊有呢個咧呢度啦，一邊工作台啦，有個微波爐，咁啊都係名牌。咁啊，統一系列嘅，呢邊又係有呢個抽油煙機，同埋有呢個3個明火爐，咁2個星盆啦，有一個工作平台啦，方便晾衫。咁呢度咧係呢個工人房啦，咁啊電表箱位啦。跟住我哋嚟到個寢區，咁啊先睇咧。第一間嘅睡房啦，哇好靚啊！望到呢個向東嘅海景，哇呢個房間望正呢個咧屋苑入口會所嘅，望到呢個泳池景觀啦，再望到呢個會所啦，望到前面啦洋房啦，有啲椰林樹影啦，咁亦都有個海面啊，好犀利呢個。我睇睇個浴室。亦都係呢個雲石嘅設計啦，比較襟睇、襟用，包括俾啲浴缸啦，咁啊方便小朋友沖涼啦。好啦，跟住第2間房啦，哇，都望到一個正海景喎，原來房間都好大，啱啱好望到呢個海景。放到標準雙人床有衣櫃位，好啦，跟住就去呢個咧，嗱呢個咧就係第1間主人套房啊，先睇主人套廁先啦，咁亦都係配備翻呢個白色嘅雲石設計，個浴室都好寬敞嘅，俾呢個浴缸，咁我睇睇主人房啦。梳妝台位啦，或者儲物櫃位。景觀呢邊就望翻去咧，最後睇埋個主人房啦。我都望到個海景嘅呢個，啱啱好，佢間房都啱啱好望到個海景，除咗後面嗰間主人套房。呢度應該有接近200尺。哇，好大啊！有2個星盆啊，2個星盆難求啊！一入嚟咧睇到就知道係豪宅，2個星盆舒服好多，小公型，咁亦都有乾濕分離嘅設計啦，亦都配備呢個泳池啊。